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昨天看到圣经用很长的篇幅来介绍北国最邪恶的君王亚哈王。今天我们要来开始看圣经用更长的篇幅来介绍伟大的神人先知以利亚。那从列王记上的第17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第2章。那我们会看到以利亚不仅是他，还有他的门徒学生和他的接班人以利沙。以及以利亚从这里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但是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新约圣经的4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甚至罗马书、雅各书都提到以利亚的名字，甚至在启示录的当中也可以看见以利亚的身影哦，所以可以说是圣经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一起来看先知神人以利亚。17章第1节，住伫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阿哈讲：我记我所服侍因我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救抓。这几年我若无祈求，就无落水，嘛袂落雨。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你着离开这越对东边去，米点约旦河的东势基立溪边，你要啉迄条溪的水。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降给你，伊就照上主的话去踮伫约旦当时的基立溪。逐日会早起时，甲日落的时，乌鸦拢带饼甲肉来互伊，伊啉溪里的水，后来溪水干，因为迄个地方无落雨。以利亚，他是突然在这里出现。那讲到他的地方是基列的提斯比，基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在约旦河的东边，但提斯比呢这个地名在圣经当中地图上呢都找不到。好，那大概勉强可以标它可能在约旦河的一个支流旁的山谷当中。好，那没有一个很明确好的地方。那但是呢讲到住在基列提斯比。那个住在有的是写寄居，那可能这也不是以利亚他的家但是以利亚的这个名字呢是耶和华是我神耶和华是我神，所以呢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有耶和华信仰的人。那他的一出场呢，就直接对亚哈宣告那亚哈就是北国的王。那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神起誓，这几年，所以接下来时间呢，不是1天2天、1个月2个月，而是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所以以利亚的这个宣告呢，是不是从神而来？圣经没有直接讲。好，但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呢，会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好，那这个就可以确定是神所说的。所以前面就会有一个讨论到底以利亚的服事是他自己感动的为主大发热心，还是上帝感动他然后呼召他去做。那这就有不同的讨论，但是跟我们今天第17章的最后的结尾可能有一点关系。那但是呢，他这样对亚哈宣告，亚哈不论知道或是不知道，其实亚哈是知道的，因为我们从明天的经文看到当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就说就是你，你这个使以色列遭殃的人所以亚哈知道以色列北国遭遇的旱灾是以利亚的关系，所以这句话是以利亚传出来。那但是第2节讲到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做什么呢？离开。第二个躲哪里呢？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在那边做什么呢？喝那溪里的水。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那对一开始出来宣告上帝的话，不论是凭着自己的感动或是上帝的感动，但是上帝真正对以利亚说话的这个作为很奇怪，要他离开，要他躲起来，要他喝溪的水，接受乌鸦的供养。但是呢，第5节讲到
以利亚呢，二话不说，他怎么呢？遵照耶和华的话做。好，那这个遵照呢，好，在这里显得特别的宝贵。好，因为在列王记当中，从所罗门，从大卫之后，好，就没有几个王，好，能够，好，遵照上帝的话去做。好，即便所罗门年轻的时候遵照，好，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他已经忘掉了上帝的话。那在生命记的地方呢，也有提到，好，当上帝要刑罚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生命记第11章，好，上帝会天闭塞不降雨，甚至所罗门自己在列王记上第8章35、36节，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也说，若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这子民得罪你，但是呢，求主垂听在这殿所献的祷告。好，但是呢，以利亚有没有在这殿线上祷告呢？没有。好，以利亚是在北国，在耶路撒冷，在南国以外的地方的祷告也是有效的。那乌鸦呢，果然在早上就去到了基利西哦。好，那基利西这个从很多的图当中呢，好可以看到基利西好应该不是这么清脆了。好，因为当这个开始渐渐没有水了，不下雨了，好，这基利西可能是越来越光秃啊。基利西的意思呢，本身就是有切割或是修剪，好，或是在延伸成为精炼好的意思。好，所以从原文来看呢，上帝要以利亚去基利西呢，去切割、去修剪，好，去精炼。好，那精炼到什么程度呢？好，让不洁净的乌鸦，好，因为在摩西律法当中，乌鸦是不洁净的，接受乌鸦每天的雕饼和肉。好，那这些饼和肉呢？好，到底是生的还是熟的？好，也不清楚。好，但是经过乌鸦的口，好，那对这个以色列遵守摩西律法的子民来说，好，这都是不洁净。好，但是以利亚都顺服。那第7节说，过了些日子，好，溪水果然就干了。好，所以一条溪要干呢，好，那可能真的就是有半年以上没有下雨。好，那所以很有可能呢，以利亚就在基利溪接受乌鸦半年的喂养还有供应了。好，那这是基利溪的这个图片哦。好，那认为这个就是当初以利亚躲在这个地方的地区。好，可以看到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好，那如果它枯干的时候呢，甚至连这些树青翠的树呢也都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水量是非常的小。好，但是它可能要在那边至少可能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好，在那里修剪精炼。好，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8节，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起来去西顿的撒勒法，住伫遐。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寡妇降给你，伊就起来去撒勒法。到城门的时，拄好有一个寡妇伫遐在抾茶，伊利亚就叫伊讲，请用器具舀淡薄水互我啉。伊去舀水的时，伊利亚佫叫伊讲，请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有的人讲，我记因我的上主，你的上帝咒抓，我连一块饼都无。桶仔内只有一杯面粉，饭内嘛只有一丝油。你看，我抾这2支茶，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做饼，阮食了就要等死。伊利亚甲伊讲，免惊，你去，照你所讲的去做。毋久，大神做一块细块饼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饼，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的面粉袂减少，饭内的油用袂了，直到上主落雨迄日，妇人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做。以利亚、妇人人以及伊厝内的人食真侪日，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桶内的面粉无了，饭内的油无减。好，那上帝第一句临到以利亚的话，好，是离开躲起来。第二句话在第8节，好，就是起来去哪里呢？西顿，西顿，好，那就是耶洗别的娘家，好，他的爸爸是西顿王，叫叶巴利，好，那意思就是巴利活着，与巴利同在。那耶洗别，好，那或是叫耶洗毕，这个名字的意思，好，就是主在哪里，或是巴利的王子在哪里，好，或是巴利是高贵的。
那他要去到耶洗别的娘家，也就是巴力的大本营。好，那从刚才地图，好，我们可以看基列在这个地区好当中的基利溪，现在要去到西顿。好，那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哦。好，在这当中可能在基利溪是有乌鸦雕饼和肉，但是去到这条路上呢，不晓得。可是他去到了西顿呢，一定是精疲力竭，好，又饿又累又渴。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旱灾呢，不是只有发生在约旦河旁边附近北国以色列，甚至呢来到了西顿，好，来到了西顿的一个地方叫萨勒法，这里呢也在发生旱灾，好，所以这个旱灾的范围很大。那萨勒法的意思是提炼厂，好，提炼厂，好，所以你看到刚才基利希是修剪，这里是提炼。那所以上帝要在这里给以利亚也有功课。那以利亚呢，往撒勒法，果然在城门就遇到了寡妇在捡柴。好，那后来知道这捡柴就是他回去要起火，起火做什么呢？要把家里最后的一点面粉、最后的一点油做最后的一小块的饼，然后呢就全部就结束。好，所以如果基利息有半年以上，好，那在其他地方，好，大概大家的粮食都没有了，好，农作物也没有了，好，牛羊喝的、吃的、用的肉可能也都没有了，好，这个状况真的是非常的惨的。但是呢，以利亚呢一开始跟妇人要水，好，因为旱灾水非常的珍贵，妇人真的给他水，然后又跟他要饼。啊！但是这个妇人很诚实，12节说，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啊。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在一个巴利的大本营，好，就是西顿的当中的撒勒法，那居然有一个寡妇，她能够有耶和华的信仰，而且她能够知道，好，你的神。好，就是以利亚的神。好，那所以这个是要有一点脉络的。那但是呢，他也已经说明了，好，他没有说谎，这就是他最后的。好，那如果是我们还吃得下吗？还忍下心跟他要拿走他最后的饼和面粉和油吗？啊，但是以利亚怎么说呢？不要怕。好，所以这句话呢，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话啊。当我们在缺乏好，或是呢生死存亡的关头啊，不要怕。在新约当中，这句话呢，耶稣也常常对门徒说：你去照你所说的做。但是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好，然后呢，剩下的你跟儿子可以吃，好，所以以利亚还是给他一个优先顺序的参考点14节，因为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是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坛内的面必不用尽，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好，直到降雨在地上的日子哦。那我们从雅各书第5章，好，从马太福音，好，耶稣所说的，知道这个饥荒呢，有3年6个月，好，那3年6个月当中，如果以利亚在基利溪有6个月，好，到这个溪水干了，然后呢又去了西顿的撒勒法，啊，可能也有2、3年的时间，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好，那这个寡妇以利亚还有这寡妇的儿子。好，可能真的就是靠以利亚这个信心，不要怕，好，相信上帝所说的。果然15、16节，好，富人也有信心，好，不害怕之后，他就有信心去做。而做了之后呢，他们果然16节坛内的面，好，就是面粉，果然没有用尽，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好，这完全是超自然，好，一点都不科学。面粉是怎么来的？是磨出来的，用什么磨？用麦子。问题是现在已经没有麦子，种不出来也养不活，啊，怎么会有做好的面粉在瓶里面呢？怎么会有油呢？油也是萃取出来的，怎么会有橄榄树呢？都不结果了，怎么还会有油呢？好，这就是上帝超自然的供应。我们继续来看第17节。好，到最后，这个代志了后，迄家的女主人会惊破病，病甲真伤重，煞断气。有的人甲伊利亚讲，上帝重用的人啊，我甲你有啥物关系？你来我遮，煞互上帝想起我的罪，害我的囝死。伊利亚甲伊讲，将你的囝交互我。伊利亚对妇人的心情，甲囡仔抱去，带去楼顶伊的房间，下伫伊家己的眠床。伊求叫上主讲，上主我的上帝啊，我住伫这个寡妇的厝，你若要讲灾祸互伊，害死伊的囝，
伊利亚就拍伫囡仔的身躯三遍，祈求上主讲：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互这个囡仔回魂。上主听伊利亚的祈祷，互囡仔回魂，搁活起来。伊利亚就抱伊迄个囡仔对楼顶落来，入去厝内交互囡仔的老母。伊利亚讲：你看，你的囝活啦。妇人对伊利亚讲：当我知你是上帝中用的人，上主通过你所讲的话，拢是真实。好，所以17章里面呢，以利亚出来讲话，好，第一个动作躲到基利溪接受乌鸦的供养，第二个去到了西顿的撒勒法接受寡妇的供养，好，但是呢，两个都有超自然的展现。第三件事情就是17节，好，那寡妇的儿子死了，病到死，但是他来跟以利亚抱怨说：神人呐，神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竟使神想起我的罪。以至于我的儿子死了。好，所以这个妇人心里面有个结，有一个坎过不去。好，他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罪。好，那不管这个罪是什么，好搞不好这个妇人呢，她可能是嫁到了外邦的国度来。好，那他让神想起他的罪，所以在他心里面是有神的。好，那但是现在他的儿子死了，他觉得神在追讨他的罪。好，但以利亚呢过意不去，所以他接过孩子带到自己的楼上。好，那这跟我们在列王记下看以利沙，好，书念的妇人，好，以利沙还是住在楼上啊。好，那祷告，好，所以这是一段以利亚的重要的祷告。他怎么说？耶和华我的神，我寄居，好，所以第一节17章第一节是寄居在基列的提斯比人，现在又寄居在西顿的撒勒法，好的寡妇家。我寄居在这寡妇家，你却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吗？好，那以利亚祷告几次呢？3次，而且祷告完呢，又做什么呢？伏在孩子的身上。好，那这个也是，如果按照摩西律法，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好，不能接触死尸啊，是不洁的。好，但是他就是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好，耶和华我的神，求你使这孩子的生命归回给他吧。好，归魂，好，就是归回，好，就是不要把他带走，让他回来。好，3次。那22节讲，以利亚祷告蒙上帝的垂听，所以呢，孩子的生命就归回，上帝就还给他，没有带走，活过来。好，然后把他抱下来交给妇人。妇人最后一节24节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了。好，那其实在18节，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好，那这个我知道，好，这个知道呢，就是一种真正的体验，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其实前面那个神迹呢，就已经可以证明以利亚是神人了。但是感觉还不够，上帝还要让这个寡妇知道真正的神人有多神。好，就是能够使那个死去的人从死里复活。好，那这个是圣经当中第一个例子，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以利亚的祷告。第二个例子，好，就是在列王记下，以利沙为苏念的妇人的孩子祷告。好，那是第二。在新约当中，好，那就是耶稣来到各城各乡传道的时候，好，有让寡妇的儿子复活，然后撒撒路复活，耶稣自己本身的复活。好，但是呢，在以利亚是第一个的，好，这是非常的震撼的超自然，所以乌鸦的超自然的供应还不够。好，在这个干旱当中的坛内的面粉含瓶里的油的超自然也不够。好，真正的超自然呢，要对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的生命已经离开了，却能够回来。好，那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对妇人来讲，好这个孩子死去可能是一个打击，但是呢，会定罪自己。好，以利亚呢也在这个罪的当中，但是他祷告求告，然后呢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好，那显出上帝的荣耀。好，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是这个人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以利亚透过这个妇人所遭遇人生的苦难，好，她的寡妇就是丈夫死了，这是苦难。现在遇到饥荒，最后一块能够最后做一点的饼的油面粉都没有，这是苦难。
现在寡妇的死了儿子，好，那这更是苦难的苦难，好，但是呢，好，都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啊。好，今天的金句在17章第1节，大地记列的提书比人，伊利亚对阿哈讲：我记我所服侍因为上主以色列上帝救抓，这几年我若无祈求，就无落水，嘛袂落雨。这句话不管好有没有是从神来，或是从以利亚自己的感动来，但是呢，最后一节，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好，那证明上帝的话呢，好是带有能力的，好是以利亚呢，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好，但是呢，雅各书说第5章说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好，就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好，其实以利亚并不是什么圣灵感孕，不是天上降下来。好，他与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他的祷告就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上帝的恩典属于那些在困境当中听见神的话，并且愿意付诸行动去顺服的人，就能够得到。好，但是呢，在困境当中，我们只看到危机，好，只看到困难，只知道惧怕，却没有听见神的话，或是听见神的话呢，却没有去行动，不能够去顺服。好，如果以利亚继续的对亚哈王宣战，好，以利亚他不去躲在基利西，他不愿去西顿的撒勒法，好，他就不会去建立那个最超自然的好神迹，死人复活。好，所以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7个神迹，第7个神迹也是死人复活，好，是一个神迹当中的神迹。而我们也可以思想，当我们遇到时代的干旱或是环境的荒凉，我们是像亚哈一样，好寻找巴力当保障吗？好，那为什么要干旱？因为巴力就是掌管风调雨顺，哈，迦南神，农产之神。好，但是呢，这次呢，以利亚的祷告呢，指导黄龙，巴力的核心，到底谁才能够管住雨水？好，是决定下雨跟不下雨。好，那以利亚宣告：我指着神的以色列的神起誓啊！好，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哦。好，所以我们是愿意像亚哈一样啊，寻求巴力偶像保护，还是愿意像以利亚一样全然降服于上帝的话语呢？那有一句话说，旷野是信心的神学院呢。好，我们人生都会有旷野的时期啊，以色列人啊，民族啊，都有旷野的时期。求主保守我们在遭遇旷野时期，能够从神的每一句话得到坚固不动摇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故事，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好，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好，我们要凭着信心去顺服，去领受，如同以利亚的顺服，如同撒勒法寡妇的顺服。好，让我们不要害怕，用你的话除去我们心中的担忧、惧怕、恐惧，让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安定的力量，也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困难、绝望当中，依然相信你，祷告你，求告你，相信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情。你的话使我们对你更加的坚定，有信心，有盼望，也为我们人生或是遭遇苦难的在旷野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愿上帝的话语能够带领他们早日走出旷野，能够进入那迦南应许美好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